这咱师傅吼，咱甲咱信任的前面者会安尼甲咱讲吼。啊，老师人讲，你是要做头家，还是要做道理？这几种较好？老板两个字比较好，还是徒儿比较好？哦，做老师的道地较好，还是做大当属就较好？哦，做老师的道地较好，吼，所以咱来吼，学得了后，咱是咱老师的道理啊。老师就是不断甲咱打杂，哦，知影讲咱要修有困难，甲咱去排解，甲咱斗相共做做的吼，随时拢伫咱遮的身躯边啊吼。问道因何要修道？为了了脱生死大因缘啊吼。那出于关键，经不了万劫轮回无修完啊吼。所以求道上界直接来讲，就是咱找到一条会当转去老母娘回天遐的路就对了。这条会当互咱人生回天的路，爱放后条。所以咱拢大家有求道啦，咱拢知影人生要转去的路就对了。咱就爱甲人讲，道遮尔好，会当超生了死，爱叫好面啊，亲朋好友、亲朋好友紧来求道啊吼。那所以咱爱知影讲肯定修办道的事情较简单，为虾米咱的前面者拢花遐尼济时间来甲咱分享做遐尼济心书，吼，啊遐尼气叫大家来参班啦吼，就是因为道真正足尊贵啊吼。那无讲用的大主的故事，也较无甲来分享，因为咱的时间不够吼。那第四吼，讲相信听经文也会当开发智慧啊吼，因为咱过去吼，拢无接受，咱拢毋知影道偌好啊，所以咱爱来不断参悟吼，知影讲安怎做安怎修，才会当互咱的本性显露出来。所以这叫做人讲，菩提发做一世人，本自有啊，只言心地不能取魔啊。所以儒家在立正吼是要见识，咱本来是一个发展智慧的啊，不过吼咱去学白嘛，去学外面的即个佛教，甲咱去引诱去，所以咱毋知影咱有啊，所以咱爱外显知识者，像咱的前贤者，咱领两本书啊，吼，咱遮个前贤者会甲咱开示啊吼。那义教内面甲咱讲吼，讲真正的教育吼是爱搁来教育的咯，道行嘛爱搁来重视咱的良心，拢爱搁再来体会，所以咱今仔较叫做体会班吼，啊，互咱再出来找着咱的良心本性吼，对哦。所以这咱的前贤者可能要帮互咱看过，咱来开班的时阵，咱研究了，咱遮的文章四周围吼，拢有这成分拢伫遮吼，拢围伫这边啊，甲咱保护。哦，啊，咱天兵天将拢嘛甲咱规掉的，哦，咱来到遮拢真安稳啊吼。啊，咱的祖先呢会围伫边啊，做伙来听班分班啊吼。所以来入班真重要。哦，那开班的意义就是讲，互咱开发着咱的智慧，解脱咱人的烦恼。咱若听着一句好的话，转去咱有受用，哦，咱烦恼自然就会排开了吼。那免得咱人的修行对，咱对着内在自的体质，知影道理是啥吼，信心会搁来加强。所以这是毋是世间的物件，毋是外在经济会当坏啊，拢是安怎来听经闻法，吼，来听道理，咱内在发出来的信心甲信念就走出来。所以听经闻法真重要，所以咱爱相信听经闻法会当开启有智慧。那有疑问咱断疑就会生成，那有啥物疑问来听经闻法，自然就化开。咱若搁真正毋知，咱就问咱的前辈者，问咱的两本书，讲拢有啥物疑问，伊就甲咱解开咱的疑问。咱疑问若解开，咱自然信心就生出来吼。快车啦吼，所以咱会若相信吼，相信上天，相信天意，相信自己做代志吼，自然就有动力啦吼。那即条引领的路要维持落去，就是安怎爱坚持到底啦，吼，坚持到底。所以信愿一心啊，讲三尊普渡的开始，拢是信甲愿开始的出发。
过程当中嘛爱有时间观做支持，结局嘛就爱有时间观做伙来修完。所以咱来班会吼，班会开始就是足侪人的时间观邻居做伙，才会成功啊。啊，要成交阮的邻居吼，三做广告的大事是无法度来办起啊。哦，所以这是真重要。啊，愿嘛，真着咱爱愿意啦吼。啊，有时愿，安尼要来做啦吼。咱有两条道歌吼，那第一就是讲我相信，吼，这是一条国语的歌。那了伊准备，咱来搁继续听嘛。看听一首吼，啊，另外这我相信这条是国语的，吼，那伊是当然是相信讲咱会当咱讲话爱及时，这拢是伊歌词。相信咱有分量的，善良的分别，相信上天，相信咱人之间无界数吼。那用慈悲的心吼来奉献吼，创造美好的未来吼。那相信咱的先父时期，咱的身边啊吼，那有正确的力量，吼欢喜交来，咱每一个人会当成本吼。那这条伊是国语的，那我想要甲大家听这台语的这条。咱相信上天，相信前辈，相信咱家己，咱嘛爱互老母娘、老师相信讲，我会当转去吼。那这条叫做回乡的我，咱前天者会晓唱的，会晓唱回乡的我嘛。哦，这条是台语的吼。走遍了天涯，也是修的路啊边，走遍了山的国家，也是修的路尽好不变。就我今日的我一定是一个要经历你的你的路径，你的老师，相信我。走回忆是我那天，我温柔的我，一年级就是你的星光辉。咱讲伊吼，若要出外去做工作，咱会甲厝内底人讲，我已经成功倒转来，好无？希望吼，咱今仔日来修办吼，咱来轮回这么久啊，老母娘真需要咱会当甲讲，你要相信我，我会当转去你天。是修行的路较远。我到了黑暗社会，也是同修的道是较远。道一步一步行，目标是一点做。我已经是一个就会高扬、有信心的人。你点的母亲，肯定的老师，相信我。最近的观念给的心怀不稳的我。常为何情，还可初心永见了。咱这条叫做回乡的我，你有想要转去咱的顾家乡无？有吼，所以爱互老师，爱互咱的老母娘相信，咱若有一天，咱嘛是要转来遐吼。
那爱好好来修，真的一定有钱啥，真考验吼。那无考验，看知影咱有真修无？吼，所以有当时啊修道当中有真侪即个挫折吼，无顺利的，袂要紧，咱来到遮，来甲老师讲讲的，来老母娘讲讲的，斗甲咱斗相共吼。那毋通等到哦，等到讲身体地痛，还是讲等到无药通救啊？哦，等到讲面临死亡的时阵，还是讲心情无清的时阵，哦，较想讲要来修道吼。啊，所以安尼吼，一切拢该顾及啊吼。那有汉就甲大家做伙参考到遮，啊，甲大家当讲真真侪时间歹势吼。那希望大家会当身体健康，吼，欢喜充满吼，感谢各位。感谢演讲支持的请到义工，坤到义工，咱在群里面咱家再来是咱创新歌刚刚咱是关时间，现在爱也在掌声。